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谢谢。个人的还有那个听说你挺忙的，所以那个我从我家乡带了那个好吃的，犒劳一下你。然后那个它这已经有100年的历史。希望你效果好自己点。谢谢。谢谢。哎呀，你好认真。我的心里抱一下。哇塞，太激动了！能不能报告？一定要读。好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上去了。身体一定要注意身体，照顾好自己。好，谢谢。我们下次见。我们支持你，我们在什么时候开春晚啊？应该什么时候来春晚？春晚1月多份的时候。1月份，具体的我会到时候在资讯站跟大家讲。大哥什么时候来香港啊？我是从香港过来了。我是石家庄的糖糖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先上去了。联系我们。蛋珍早点休息。蛋珍，我们爱你。爱你哟。第2次再见了啊！第2次在电梯，拜拜了。拜拜。